Hello，各位街坊，大家好。今期繼續嚟介紹 MPV 保姆車，相信各位街坊都好感興趣啦。各位香港、澳門街坊想喺國內買新車，但又驚手續繁瑣，揾途勝車行就啱晒啦。我哋專業代購國內所有全新車品牌，無論熱門嘅電車定係豪華品牌，通通都有。最緊要我哋提供一條龍服務，幫你搞掂晒所有手續，直接上埋深圳粵 B6牌，免費辦理深圳指標，冇居住證嘅客戶，通通都可以。等你可以輕鬆出車之餘，無後顧之憂，唔使自己煩，專業事交俾我哋做，即刻聯絡途勝車行，揀翻架心水靚車啦！呢部廣汽傳祺嘅 E8，首先佢官價又係唔高喎，179800嘅官價，優惠亦都係算為之頗大啦。落地價僅需要18萬內就可以做到啦。呢部車咧係 Hybrid 嘅動力總成，亦都長寬高啦，去到4.9米嘅長度。我哋打喺熒幕上面都係2+2+3嘅佈局。我一一為各位街坊介紹成部車嘅規格啦，同埋部車嘅內在特點，點樣去演繹出一部10零萬就可以買到混能嘅保姆車。首先啦，我解鎖呢部車嘅車輛，頭燈組好靚啊，做咗分層式嘅設計啦 ，LED 嘅日間行車燈亦都係貫穿式到咗一半，有咗導 lock 式嘅。然後咧，成個 logo 話俾你知，佢係 Hybrid 嘅動力構成，藍色嘅 logo， 360 cam 咧都會有。然之後成個軌面罩係半封閉式嘅設計，低封咗之餘咧，亦都會兼顧咗比較低嘅油耗。跟住啦，呢部車嘅輪鈴規格去到18寸個鋁合金輪鈴，成部車嘅規格咧相當之高嘅。點解叫高呢？我慢慢為各位街坊講實。首先咧，電動門啦，了解 MPV 嘅街坊咧，肯定係想走入個內籠。俾各位街坊睇睇呢部車嘅佈局去到點啦。由於呢部車咧係未有解鎖嘅運輸模式嘅，啱啱幫街坊準備出車，出翻去車行咁啦。我走入咗內籠啦，呢張凳咧會比較早幾期 M6 嘅座椅會更加大張啲啦，同埋後排個空間咧會大好多嘅，半隻手嘅空間感。跟住咧後排咧亦都會做到可以翹腳啦，大咗好多。跟住啦，呢部車後排個座椅咧，亦都會有電動嘅可以調整嘅座椅啦。跟住咧，但係佢褪前褪後咧都係手動嘅，但係硬背啊各樣嘢都係可以支援到電動嘅。跟住啦，仲有呢部車咧 Type C 啊，手機充電啊都會喺座椅上面全部加持晒嘅。跟住啦，2+2+3個佈局咧點講啊？主副駕咧係2個座位，中排咧都係2個座位，但係3排咧係3人座個佈局。然後啦，都係有兩拳個空間。可以對齊嘅，3排都相當闊落，頭部空間都會標配齊，同埋望下頭頂全景式嘅天幕，頭頂都會有啦，同埋冷氣啦，全部都係喺頭頂可以控制得到嘅。依架車嘅空間感表現得超級強，10零萬買架保姆車係不失為一個好好嘅選擇。好啦，空間我講完啦，最到尾部啦，各位街坊了解到啦，佢都會有電動嘅尾箱啦，由於佢係運輸模式啦。雙產港式嘅設計，亦都係會有可以 setting 角度嘅按鈕。我想矮啲、高啲都可以 setting 好嘅角度。跟住啦，第3排支援完全啱倒式嘅，所以空間感表現咧，呢部保姆車 MPV 就全部嘢齊啦。好啦，嚟到駕駛艙啦，我點着火，打火，試打完。完全一啲發動機聲都冇啊，因為佢係行緊電力嘅狀態。跟住咧，成架車啊，起料包袱咧，成個門板都會齊晒。跟住啦，一套14英寸以上嘅 mon 啦，跟住亦都呢部車搭載咗 L2 級嘅自動駕駛，長寬高嘅參數啊，都係超高規格，但係僅需要179800一個官價。雙天窗式嘅設計，無線叉電啊，同埋撥桿式嘅波棍。都會有晒喎，嗱360 cam 啊，呢啲全部標配齊。成部車比較高未來感嘅設計啦，你睇睇副駕駛位上面啲氣氛裝飾啊，同埋木紋嘅用料啊，全部好高規格。今期節目我介紹到此為止，勁多灣區出車嘅資訊。歡迎繼續瀏覽我呢個 channel。好啦，各位街坊仲想睇咩車？歡迎繼續撳爆我呢個 channel 啦，留言、評論、訂閱、關注，多謝各位。點叫勁多灣區出車嘅資訊啊？嗱，呢度幾十部車嘅庫存，我哋隨時可以調配俾各位街坊展示同埋睇車。多謝各位。
全部都係 GAC 傳祺呢個品牌嘅。